老婆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该怎么补偿她呢？是裴夏，我昨天去找过您，但是您不在。我想和您聊聊股东大会的事情。思辰，今天是家宴，我们就先不聊工作的事情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先失陪一下。那有机会我们一定要一起合作啊！瞧你说的，真的很期待。琳达姐，西西啊，你总算来了，等你好久了，以为你不来了。怎么会呢？你的生日，怎么陈太太也认识顾小姐啊？啊，对呀，我跟她呀是一见如故啊。哎，你老公呢？我倒要看看谁那么有福气，能娶你做太太。我介绍给你认识啊。哎，好啊，我来。好。思辰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琳达姐，我朋友，这我老公李思辰。陈太太，生日快乐！什么情况？你们认识啊？这不巧了吗？来，我给你介绍我老公。来，老公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外贸总裁的夫人尹太太，我跟她特别投缘。哦，是吗？你不是有外贸的股份吗？老公，你不是说找陈总有事聊吗？你们聊完了吗？是不是我们来打扰你们了？啊，你们有事啊？那就到书房聊去吧。今天是家宴，不方便聊工作的事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有我呢，我来照看这些人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那严总，请吧。你什么时候和陈太太这么熟了？我帮了他一个忙。哎呦，踩到我影子了，痛死了！你得补偿我。尹先生，你这个叫碰瓷儿。怎么样，搞定陈总了吗？不想努力了。没事，思辰，我呢跟陈太太是好朋友的，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的，一定会有转机的，对不对？不要难受。陈东已经答应我的要求了。你放下！老婆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该怎么补偿她呢？